正式嘛是赢。哦，啊，无这个拄好拢总有34名，是个吼。中 A 有20个，中 B 有19个，中 A 20，中 B 19。开心。啊，你倒一下？高阳。高阳国小。啊，你今仔来参加啥物？台语演讲比赛对无？啊，你欢喜哦？啊，你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啥？高阳好所在啊！哦。 老师会甲咱比赛的状况吼，的情况来甲咱做一寡变化，吼，啊，嘛会使有一寡咱会及时来计算分数，吼，边讲，咱演讲结束，请大家等候颁奖的典礼。会像安尼，叫钱啊，会叫两声，啊，佫无上台，我就当做你放弃啊，吼。比赛出来小朋友呢，请你留伫现场，吼。 啊，过来，然后咱讲评的时间，欢迎小朋友做伙留来听，而且会使请教甲台语有关的问题。演讲比赛就要开始咯，欢迎大家来参与。首先，咱来介绍咱的评判老师。 这位是吕昭燕老师。小朋友好，大家好。嗨，哦，真厉害嘞，吼。再来咱介绍陈秀婉老师。各位小朋友，大家到早，大家好，唔好紧张哦，好。老师好，加油！真好听嘞，吼。好，咱这位是李少华老师。 小朋友，大家到早。老师好。现在你们他表现吗？哈。请大家爱配合无？吼，就感谢恁嘞。请煮出来玉米煲，香搁 Q， 玉米搁会当做真济好食菜蔬。
绍是温香大人，囡仔拢爱食的柑仔面，常常听到故号。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溪湖糖手。溪湖糖手是我的故乡内上出名的所在，还佫有大家上爱坐的五分仔车。糖手足大足大个，还佫有一大片青青的草埔园，也是买车票来体验一无仔前食水果，对阮人的身体健康、心脑也有帮助。对爱水的人，佫较是一大的保养品。阮水果王大细一个咧俗，互咱台湾人的心牵烧我。伫我是相自然的情形下，近山的在照因，近水的在分享，咱互咱得着心肝的平安。所以有时天光，有时月光会升起。我有爬去你江沟去看家己会当爬偌高的风。我今仔日所要演讲的题目是神奇的庙宇灵天宫。每一届妈妈要带我去学校读册时，拢会经过一间庙仔，我感觉真好奇。我就问妈妈讲，迄是啥物庙？伊就甲我讲，迄间就是灵天宫，是由西湖的林少宫分享建落来，金山国王伊的名声庇佑，所以才有遐尼神奇的代志。所以我就甲大家分享即个遮尼神奇的故事。我的故事就讲到遮，多谢大家。5号请上台，6号请准备。各位听众，来到遮是要来绍介我的故乡，我的祖先唐山号第11号。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溪湖的好食面。我的故乡是一个上好干的溪湖镇，阮遮毋但有豆糕的人参面，阁有互人煮着油马路。会使讲是从人知，阁正人学落的。敢若卖油马路的豆腐落紧，若外地人来这食，连在地人嘛食袂生。尤其是寒人，规间真是人气的囡仔，拢学落阿爸阿母真有勇气，因为想要死的囡仔，但是亲像简单的年代，较早用电话来教我功课，阿嬷阿母若无勇气。老师看到的是不错，所以我要来讲，恁弄遐真得啊！安我发自己。规边听嘛啦，幼儿园的第2组一项比赛，溪湖区幼儿园比赛开始，来，咱大声哦！各位乡亲，各位家长、老师、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多谢恁来参加咱的比赛吼。咱即马上介好看，上介趣味的上介有看头的这个幼儿园比赛，即个开始了吼。但先我要来先绍介咱的评审老师，我为我的倒这边开始绍介吼。第一位是咱的陈秀婉老师。第2位李娇莲老师，第3位李淑华老师。请吼，我要开始来念一寡规则吼。第一，请你家手机啊吼关静音，也是甲关机。哦，第二，咱的囡仔要上台的时阵吼，会为我的倒手边来上台，为我的正手边落去吼。有吼，我会照这边落去。有囡仔有当时讲话有错误单，吼，请大家安静。当然呢，即摆吼，咱的迄个交代事项内底吼，第6、6、7、8、
哦吼。啊，咱一定比赛时间是2分钟，前后30秒拢无扣分，所以等于讲吼，1分30秒还是2分30秒拢无扣，无够伊的人，阮会甲伊呼声呼3摆，若3摆无够就是弃权吼。记得老师你的问题，啊，阮拢会而且甲你做解答吼。来，再来继续吼。咱10点半联名比赛山有一个节目，啊，请大家伫遮吼留咧遮，咱来看咱的颁奖典礼吼。好，来，即摆过来上尾项，小弟你的牌啊，伊的号码牌啊，请你莫偷起来。一块1米短几寸，一小1米短几寸。大家不一样加空气，出来看回家嘴，安那走拢走袂完，唔知阿爸你无影响，阿爸你伫倒位？阿爸爱唱歌，到后唱袂煞，唱甲飘开，唱甲嘴快，唱甲珠峰草回答。你嘛看出甲写写诶！哎呦喂呀，这是啥秘密？啊，看嘛，我的珠峰已经草回答。妈妈，我到家啦，想要吃花妹，花妹有东嘛有西，妈妈搭水几路地，过通车人客，我客是地慢慢的。好啊，来，旁去请大家吃花妹，请大家吃花妹，多谢大家。时间1分35秒。第一叫食饱困，困饱食，一天愈来愈大只，上爱洗身躯，上爱人搭听。第一叫食饱困，困饱食，一天愈来愈大只，上爱洗身躯，上爱人搭听。用唱你样唱的，你安尼算是结束了，是吧？老师嘞，结束了没 ？OK 了哦，来，咱这你样唱的，你样唱你样的。弟啊弟，食饱困，困饱食，一天愈来愈大只，上爱洗身躯，你着这人，上爱人搭听。哦，较无一个，你样唱的哦，你样唱的，你搁一届吧。大家好，我的对名是巴西西米，我叫做阿婷，我叫做迪亚，我叫做小汤汤，我叫做玲玲。今日我要来甲大家介绍是巴西西米。第一名是米
传呀，接着声声滴滴，当当对。第三日是日班啦，阮下班啦，早起来记个册，要对人讲下字。第四日是啥物？你敢知影？就是阮保鲜人，笑眯眯的笑容伊。欢迎大家小酒来保鲜，找阮佚佗，多谢大家。哇，真好哦！小朋友足够多的哦吼。来，咱今仔日的3队的幼儿园的比赛吼，伫遮就结束。咱即马评审老师整理一下资料吼。其实大家我甲你推荐吼，咱即马的囡仔歌其实吼拢足丰富的。咱园林嘛有一个迄个囡仔歌的大师傅啊，就是咱的迄个徐福珍老师对嘛吼。搁有一个咱的春元老师吼，搁就是新港水尾有一个林武宪老师，因拢有足侪作品吼。只要你若是YouTube家救落去，我相信伫咧厝的人囡仔一定会能唱伊的囡仔歌吼。上重要，囡仔一定会能唱倒一条，来试看觅。来，小朋友，我即摆唱头一，你唱后壁吼，来，点啊歌。点啊歌，谢谢，念着卡过来。是啊，足简单的对无？就是咱的传统民谣的歌谣了吼，这拢是咱的老祖先留予咱的，拢伫咧学念的吼。一两衫阿婆去洗衫，迄项拢是哦吼。我本来就甲讲咱这个好小无小好小，够小的校长，是个谢谢得着吼，欢迎咱听吼。时间的关系，我特别来邀请评审老师上台来说明吼，来甲咱讲评。来，咱这边邀请。各位贵宾、各位老师、各位小朋友，大家好。首先，咱爱来感谢指导老师甲家长对咱母语的重视，足重视的吼。辛苦的指导，咱的小朋友，今仔日嘛真欢迎小朋友来参加这届的比赛。相信小朋友伫咧训练的过程当中，吼，老师甲家长拢付出足侪辛苦，来甲咱指导吼，所以咱爱用热烈的掌声，来感谢老师，感谢家长，会当互囡仔吼有机会出来表演。会当互咱的母语会当来生活吼，这是阮的目的，阮的目的就是安尼。即届我看参加的3队吼，其实老师拢足用心的，囡仔嘛拢真认真啦吼。咱看到第1队、第1队啊吼，用戏剧的方式来表演，第2队用歌谣，第3队的囡仔用创作的在地落去创作迄个诗歌，拢足好。咱爱鼓励咱的小朋友吼，从细汉就开始讲咱家己的话，吼，会当互咱的家己的话会当代代来生活。好，多谢。你家麻烦你去办公室遐，伊念伊会互你签吼签单。咱念伊吼，咱的闭幕典礼、行甲颁奖典礼就要开始咯吼。好，咱来休困1分钟。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大家应该讲老早还是讲午安，拢会使吼。大家好，小朋友大家好。真欢喜吼，今天感谢咱的管政府，刚刚
别甲咱支持，咱嘛感谢啊，你伫倒位，多谢各位甲你一摆吼，嘛要感谢咱现在咧咱阮的服务人员吼，咱志工来提吼，这个咱中华这个歌诗吼，是咱这个意思讲，接会到尾段，恁大家来写，咱大家来写吼，即摆下面唱歌时阵吼，阮一个有奖的征答哦，就是讲恁若有这边咱的处长、议员，咱的乡党首长，咱大家乡镇长议员各位，咱的家长会长、校长，各位小朋友、各位家长、各位老师，足欢喜。咱今仔日是咱全中华县拢总11区第这边是咱溪湖、埔心、埔盐，所以头我讲，敢若溪湖吼，我知影埔心伫遐咧抗议啊吼。伫咧算分数的中间，咱大家做伙，伫这一搭久的时间，咱利用这个时间，咱小可来其实其他乡镇有诶就会来表演，而且因为这区看起来可能需要搁互咱较侪机会，因为有诶小朋友可能上台抑搁毋敢受讲话咧，所以可能咱就爱搁较加强。明年起，可能我想着毋免有咱来念这啊，咱搁有其他诶活动吼。今仔日我想我来先透过咱后先做一寡准备，我想我先念过一遍，然后咱唱一遍啦，然后就要迄个有奖的征答。事实上，我是咧想讲，咱是毋是会使小改变一下？因为咱抑阁有一个溪湖，咱有一个过去表演的是咱的比赛是第1名，已经是高中生啊，是不是已经到位啊？贵宾，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今仔日要演讲的题目是学做手机仔的主人。伫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网络世界真精彩，日常生活拢离袂开科技的影响。大细汉举手机仔已经是真日常的代志。手机仔若随乐空，会使变化五花杂色的世界。伊的功能真多，不过一好配一歹，不能好通相歹。好歹是双考题。手机仔毋但会当做规划、查资料，嘛会使娱乐虚幻世界。有的人是规家回来回去又讲哭状，有的是一直咧看影片，看甲无眠无日，连功课、功课、家庭拢拍远，甚至有的人用手机来犯罪。若是一时失觉察，一声喊过的代志会看甲五光色。若无随理，就会互人很脾气。大家就把起床的有2种声音，一种是阿嬷饲的鸡甲咧啼，一种是我的手机仔咧弹，互我起床时间袂早闪。若拄着休困日，想要食好料的手机仔回回咧，散伫海味满满是。我嘛常常举手机仔，互阿嬷甲伫美国的阿公伫空中约会。不过，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要安怎学做手机仔的主人，才是一个重要的代志。自你，我伫咧读高一的时阵，来到新的环境。熟悉真侪朋友，若参加伊的社团，我用手机仔甲人交陪，有人就一直陪手机仔一直卡，讲毋知煞。欢喜是我，烦恼是阿爸。考试成绩亲像出流浪，阿母看时势，就叫我甲手机仔回保管，大家限制使用的时间。互我了解到分配时间的重要性。
经过一年的调整，我才豆豆变成手机爱主人。有的人因为无手机啊，无法度正常生活，去看心理医生看救命。像安尼，互手机啊牵起，这是社会问题的大代志。要安怎学做手机爱主人呢？这是我的经验。我认为头一项，就亲像我去教会做义工，替人服务。刷落去，透过读册来充实家己，嘛会使找到无共款的趣味。搁再来，就是爱培养兴趣，熟悉一寡共款理念的好朋友，甲人有交陪，有实际的接触。咱是人，毋是机器，因为人甲人之间的温度甲感情，是无法度用手机代替。伫即个现代社会，大细汉拢无法度避免使用手机好工具变成咱的助手，变成咱的好朋友，是大家拢爱学习的代志。毋知路也头期，安尼一定会出代志。咱做事应当爱善所利有形，在正途，在约束，操纵手机的人，才算是有智慧的人。咱才是手机的主人。我的演讲就讲到这，真感谢。多谢，咱来送你一个小红领哈。万金小朋友，伊是104年。真正吼，因为阮有办过台语的迄个念谣的比赛，这是第1名的念谣啦吼。阮家己当做阮部心的伴手礼，所以讲一只吼特别来念互大家听。一只看到遮侪贵宾吼，咱的院长，搁我应该叫浙江啦吼，杨董事长，搁熊校长，大家好。我甲徐院长吼，阮两个拢咧练台语啦吼，愈练愈趣味，搁吼，阮部心是第1个有台语演讲学会吼，成立的一个乡镇。一只吼，阮有做一寡文书的记录，这是部心吼，阮有办迄个地方文化馆吼，去办一个念谣的一个比赛，这第1名，这叫做亲子创作咯，大家客起来咯。阮部心吼有一个真出名的歌星叫做林三元。伫囡仔的时阵吼，伫阮爸爸迄个年代有听过林三元唱一条歌叫做《素人要出嫁》，是迄间古厝吼，头前是洋楼，后壁是日本式的和式的，厝顶边仔的周边是咱的闽南式的。毋过林三元因爸爸是客人。所以讲，这种无共款文化，伫阮部心变做一个特色咯。我来甲大家，咱来同齐念。有唔对的，爱请老师甲咱，小可甲咱纠正起来。应该是爱叫出门的馆长来教了。我先吼，因为我出世伫部心，阮部心有演正 Q。我细汉的时阵，拢有听一句话讲吼，免搁徛伫厝顶尾食鸡仔鞭。演正鸡仔鞭，练练点点，关你烫演正，就是 N 跟 N 这2个音哦，怪怪。所以我去台北读书的时阵哦，人一听就知咱中华语哦。这 N 正 Q，一只吼，咱同齐来念这个5三元古厝，大家拢有啦吼。部心庄内好主地，3元实在好歌艺。唱片一出烧正马，转台歌迷有够多。素人小姐要出嫁，做阵到老头2百。妈妈交代遐的话，阮拢藏伫心肝底。
暗头水家好为名，故乡月年上美丽。你若有缘定来坐，古厝开讲请接待，成困做人真好礼，厝边头尾团好话。好，多谢，多谢。咱两票有笑啦吼，而且多谢咱关华基金会、关怀电台来，把咱的台语这个文化吼，讲台语变做一个活动，嘛变做一个有重要的工课。一只嘛多谢咱所有参与的老师，把这个讲台语、讲母语当作真重要、真要紧的代志。上重要，咱来感谢。全力咧推动咱的姚嘉文院长吼、议长陈抗理，尤其是咱的周馆长拢留伫彰化县一只咧做母语演讲，算母语吼，讲母语的一个，这所有这活动来鼓声，甲咱周馆长用鼓声来鼓励者。咱今日吼来这参与的，就是互伊上大的鼓励，即款吹笑目笑。我感觉这场可能。顶着咱两个吼，这边吼，民主应该有够啊。规个乡镇拢参与，顶着你不要来要起来念，有无？所以不要紧，明年就换你啦，吼！大家拢有所准备一下，有准备一下吼。好，咱慢点时间，因为随上，大家人咧真要紧，看成绩是安怎。即摆也搁咧说，咱比全国的比赛搁较好，就是咱现当咧比赛，马上就随公布成绩，所以咱搁较紧，咱用电脑伫咧算吼。所以较早仔就要公布，而且进前，咱就一所做啊时间，咱搁来念咱中华。我首先先念一个，然后大家做伙听，做伙唱，安尼好无？咱学我咱的保清乡长念过，但是恁有歌无？这场还无歌，所以伫遮要甲大家报告，阮伫教育部已经正式提案，已经通过吼，伫明年开始要要求要鼓励每一乡镇、每一县市制作形容写恁就亲像咱保心写这共款，亲像我写咱中华，明年题目拜托恁我来写出来，然后呢，咱要搁鼓励，甲伊变做歌，伫遮就是咱形容咱中华，去互部长听，部长讲好，安尼全国咧甲推动伊，咱的办法马上就出来了吼。所以咱这是真正有步数，一步一步伫咧推的，所以咱保心只是。我第一遍讲啦，所以咱对保养保心题目赶紧准备，鼓励办法，明年就已经出来，阮已经正式提案，所以伫遮先甲大家每一个人拢会当创作。你想讲连我都会当写，所以恁一定会当写更较好，会当唱更较好。来，我先念一个，你想看我有写倒位写毋对无吼？咱中华。中华有名叫半山，有山有水人为雅，一府二路三万大，古早到今有名声。南来北往山海线，拢爱经过咱中华。北挂山顶有大佛，落水溪边好田园，鹿港梨花满市街，好美书院好读册。四行车库玻璃庙，独一无二爱保心。溪湖葡萄甜蜜蜜，花坛望香棒棒。大家做伙念好无？这大家拢应该拢知影，好无来？梨林柳天圆滚滚，大城四季红红红。溪洲白蜡切切切，田尾花蕊水淡淡。好兴无灵香讲讲。均衡米粉，球球球，鼻头鼻仔肥嘟嘟，黄金鹅啊青青青，线西海产活跳跳，新港有名是选好，不散丰富人心声，人女老幼乐安乐，百姓朴实真打拼，企业成功占头名。
鞋啊鞋啊脚踏车，世界第一上实行，本土语言主流化，祖先文化咱来化，属龙工商交共生，无义无罪咱责任，正人牵手向前行，国际发光好名声。咱关怀合唱团的关怀吼，请关怀合唱团。咱大家同齐来唱一个，咱都这样有约会啊。我有我所，无所最难了，一步一有色。爱讲台语哦，爱讲台语。山啊哦，好嘞，哎，葡萄，因为葡萄是芭乐，对不？对，啊，芭乐吼，舌头真出名。好，跟小二的感受。好啦，还没，还没。规边吼，我啊，莫以前好啦，吼，有即种时间。拄则咱平常时咧讲的吼，我爱去开路讲袂着吼，因为葡萄啊吼 ，KOD 是全国栽植面积上大的吼，有3、400公顷，啊，尤其是早春的葡萄，也是全国上多的吼。我讲农产品，啊，葡萄啦，农产品挺好。饮马路对啦，对。人拢是上要紧的人，啊，除去咱以外，啊，阁有咱真侪的长官，真侪社会人士，啊，今仔日我就先简单先甲大家介绍，咱用热烈的鼓声，因啊，事实上包括因用精神、用时间啊，出钱出力啊，斗支持咱这个。本土语言推动的工作，请咱用热烈的鼓声，甲因鼓励一下，然后我一个介绍。我想，对这边是咱同款主办的人过去，也是关怀的基金会家己，首先50个开始，23人前是50个人开始，即马今年已经是11场，咱中华园就11场，去年就超过1281个囡仔，即马还搁咧比赛中间，啊到12月还搁咧比吼，所以一定是超过1200个，可能将近的1500个囡仔，全国安尼咧比赛，甲咱中华园，咱先甲咱的馆长，甲咱的教育处长，咱的郑处长，该拍一个鼓啊，该拍一个鼓啊，啊有咱代表县府的馆长的参与，参与，咱请该拍一个鼓啊。过来，接下是咱的体育的店长杨店长。杨店长。来，接来是咱的保险的乡长，咱的张乡长。过来是咱的总统府的顾问，这日间部的咧，苏姐，这日间部的来讲啊，讲不来啊。廖嘉文，所以咱今仔是总统府就来啊吼，县长也来啊吼，啊乡店长也拢来啊吼，你看咱外面的，然后做对大家来，咱地区保新乡
出身的咱的杨董事长，伊甲咱真大的赞助，伊金钱的赞助、礼物的赞助，我觉得足要紧。咱的校长含我讲讲，会可能咱以后的台语文园区，嘛相信伊会甲咱足大的鼓舞，甲咱斗推动。咱来拍一个鼓啊，特别来多谢。啊，对啊，咱文化所准备礼金以外，另外搁一个红包，就是咱的杨林，咱的杨董事长来赞助，咱来拍一个鼓。啊，我这时间另外还搁有吼咱后壁还搁有11时，还搁有几场嘞吼咱的咱好小国小好会长，最好的会长，好会长，来，咱的议员哦，这嘛是会长，这好小国小当会长，啊，再来是咱的议员，咱的欧阳议员，再来是咱的地主，咱的好小国小的校长，唔知。拄则讲，还是喜嘛是熊，这是熊，还是熊的校长，咱来拍一个好。来，再来是另外咱这区的议员，李议员，你请到李议员，咱在身后在地吼。啊，咱再来是咱请咱的皮车老师，其实后壁还佫有可能大家正行在了无到位，所以无起来吼。咱所有的评审的老师切起来好袂？所有评审是咱大家拍手。我一定有3个评审的老师吼，所以有看吼。而且非常咱用热烈的鼓声，再一次来感谢。好，挂落去，咱来放。介绍咱城黄庄业，已经每一场拢真大哦。挺好，所以我一个小朋友今仔日拢有收到，咱关怀文教基金会是咱这11场台语演讲比赛的主办单位，真多谢咱邱董事长嘛是我的老长官因为贵宾真多卖1年1块拄啊拢有宣布过吼各位贵宾各位咱来参与今仔这场遮热烈的台语演讲比赛各位校长、家长、小朋友以及所有的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真欢喜会当代表咱为民族团长来参与这场这么热烈的台语演讲比赛。就咱为团长因为今仔行程真多，今仔日佫有咱总统部的规模，所以伊无法度分身，特别指派我来参与这场，嘛真欢喜会当受到指派，从县政府伫个咱推广台湾母语的部分伫个196年度嘛真认真、真用心办到5场的各种的比赛包括台湾母语的绘本比赛台湾母语的创作征文比赛，以及咱原母语艺术以及诗歌朗诵比赛以及咱台湾歌谣李后榜以及咱台湾母语的个囡仔册的制作比赛，种种目的就是要俾咱的小朋友会当，互咱对台湾的母语拢会当对讲的、听的、拍的音标创作各种的文化，台湾的母语文化拢会当向下扎根。今年我嘛关怀文教基金会合办11场的台语演讲比赛，今仔日这场是第5场是溪湖高阳波心这个溪湖区咱的合同的台语演讲比赛参与的
咱的小朋友真多百几个咱拄上任州董事长嘛有甲各位报告过这个台湾舞剧的推展甲台湾舞剧演讲比赛会愈来愈热烈。而且特别感谢咱州董事长这么久以来对咱推广台湾舞剧的这么用心，大家甲咱州董事长再次的热烈的鼓声甲鼓励一下好无？中年拢在推广这个活动而且嘛非常感谢伊，嘛非常感谢咱州董事长，互咱中华县政府有这个机会共同来主办，嘛真感谢这么多协办的单位会当共同来促成这么好的代志最后祝福咱今仔日这场的台语演讲比赛会当顺利成功，大家拢会当摕到好成绩，嘛祝福与会的所有贵宾，大家会当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多谢大家，多谢。多谢爸爸咱县政府不管是处长还是参议，立委、议员，贵宾，咱的同仁友、家长会长各位小朋友各位家长，足欢喜，咱为23年前开始举办咱的台语演讲比赛，为的目的其实不是要拼讲你一名我二名，是为着咱真可能会无去的台语来努力，所以咱的重点不是比赛的结果，是推动。互咱大家唔通去袂记咱家己的母语，咱家己的要紧。今仔日我希望大家看会到，咱的县政府嘛出动，咱的总统府嘛来咱的乡里长嘛拢到，议员嘛到，立委嘛到立委嘛到，差不多到你嘛到，重要是你有到，你有到，咱每一个家庭是咱推动母语的上要紧的所在，期待大家做伙努力。我讲台语真欢喜，对不对？讲台语真欢喜，对不对？对。我若讲台语，拜托咱大家做伙讲真欢喜，好不好？好。讲台语真欢喜。讲台语我爱你。讲台语我爱你。所以拜托大家做伙，咱想过去的国语的政策，互咱台语、母语有分享。即马咱政府已经有要紧啦，所以咱的国家语言发展法真紧就立法院通过。咱即马已经规划明年起，希望会当有咱的台语的电台、台语的电视台，好不好？有要紧无？所以即马一直拢在努力，特别甲大家报告，咱彰化县阁要成立全台湾唯一的台语文化区。我相信咱彰化县大家努力，一定互咱的母语绝对无互放弃，一定爱存在，就靠你咱大家做伙拼势，做伙努力，好不好？咱遮有规个拢做伙努力，所以伫遮我想讲，头我有报告过，但是足行有漏交，其实是真侪人，包括你咱大家，还佫有足侪人，大家拢真了解。包括今仔日，佫有足侪的志工志愿的工作人员，咱拢拍拍甲因多谢一下，好唔好？大家足侪的感谢，而且咱的议员，后用议员，佫透过伊的朋友，佫去努力争取咱的全国的文具的秘书长。佮李大胆，咱今仔日的参加奖内面，恁有看到恁的参加奖内面就足侪礼物啊，对不对？大概每一个拢是第一名，对不对？有无？有就拍拍较大声啊！所以咱是参加为主，推动为主。敢若迄个参加奖，我看到大家外口安尼，拢会这个。多谢足侪咱的乡里长，有诶到出力，咱的立委到出钱、到出力、到出礼品，到收，足侪人，所有拢在来。而且咱的杨董事长专工对台北，因为伊是无心人，伊讲地方推动即款的活动，又非常的要紧，搁甲咱加力支，来拍一拍好不好？对不对？下晡，要去看咱的。
台语文园区，伊看会当安那大家斗配合。所以伫遮我想我的话，只有是感谢，拜托大家要紧咱家己的母语，多谢大家，拜托大家，恭喜大家，多谢。咱的周政馆长吼，周董事长吼，个姚议长吼，周董事长吼，张乡长吼，后用议员吼，个咱陈参议吼，地处长啦吼，个各位校长吼，各位贵宾吼，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大家搞早，大家好。好，真欢喜吼！今日是咱关怀基金会举办这个台语的演讲比赛吼。其实在我的选区内底吼，这场已经是算第3场啊吼。包括在溪州的成功国校举办吼，我嘛有去参加吼。包括在二林的二林国校，我嘛有去参加吼。今日这场特别是溪湖地区啦吼。所以周院长吼一直邀请，一定爱来这个所在吼。我想第一只先感谢周院长吼。对这个台语文化的这个贡献吼，我想吼，中华关这侪年以来，就是因为伊安尼一直推动吼，或者台语讲台语的成果吼，一直展现出来吼。我想今日足侪家长吼，看到家己的囡仔吼，讲台语吼，讲遮尔好吼，一定嘛真欢喜吼。第一只嘛，大家恭喜啦吼。我想有足侪地方贵宾甲我共款吼，今日是真好的日子吼，爱去别位走活动吼。第一只再次就感谢大家吼，祝咱活动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颁奖的办法就是今日去做吼，今日去吼。感谢。咱请第2名的小朋友，马上请出来一边领奖咯。4号5八国小杨国轩小朋友，21号湖南国小张龙9号波心国小陈燕玲小朋友来请来宾。红包所有每一个囡仔会得奖3名以上拢2个红包吼。红包我已经第3名啊，小朋友哈。20号大园国小陈建佑小朋友来，请来台边哦。继续东溪国小徐艺轩小朋友。这边因为分到11区，所以就是初赛就有礼金，但是讲咱第1名，请咱的教育。明盛国小蔡千亿小朋友。班间今天哈，这个是19号叶千亿小朋友开始。第2名分2位。校长马上来点名，好，谢谢。谢贺。郑章啊，管定要下去开哦，来拿听声，哦，最后来，最后来。
是13号东溪国小周维尼小朋友，我们真欢喜啊！来继续，东溪国小14号张志杰小朋友。哦，东溪国小今日是来偌济人安尼。哦，下面大家做准备啊吼，你这个位是优先，好优先。这个位。由当处长来给咱颁。第一位是5号波心国小王玉琪小朋友，第二位是7号。台长来甲咱颁，来继续咱的广告中年级的比组吼，第2名有2位。来，第一位是3号波心国小杨文玉小朋友，第二位是15号5北国小杨若云小朋友，施若云小朋友。啊，你两个3号、15号是第2名，请大家稍等了吼，大家做准备。林校长，你是各位。波心国小王小琪，好，小琪。19号林晓琪吼，林晓琪大家稍等，大家做准备。波心国小的好队伍来，请先看后头。因为你的人数较侪吼，啊，所以优先优先好。我先讲咧，注意。好，咱接下来再来公布高年级的优秀，高年级优秀，咱再分2批哦吼。来，第1批来。第1批是5个，第一个13号太平国小张忠凯小朋友，第4位是妈厝国小王继威小朋友。一组敢若一个第1名呢，这个简单呢。林晓琪哈，林晓琪来。哦，这小朋友唱了足趣味的，我以前拢唔知啊，你也做无人唱，对啊，做无人唱。感谢咱刘当市长吼，赞助咱。今个有请另外迄5位哦吼，来开始。第1位21号。品谦老师哈，咱的梅雪老师。第2个是22号陈浩恩小朋友，在5号太平国小徐子瑜小朋友，以上5位，谢谢。好，咱今仔大家进这是咱高年级的吼优秀。咱艺术的活动，毋是敢若关怀家己班，佮有透过县政府，佮有透过学校，咱艺术好手国小负责咱这场，所以真多谢因的校长。甲所有的主任所有的老师以及遮家长，大家真侪帮助，也搁有咱的志工的朋友，甲咱真多。高年级的第3名有3位。来，第1位是9号。2位，第1位是17号波心国小，来，主任来一下，来。什么名？你改编嘛？什么旗呀？詹永琪小朋友，谢谢，感谢第2名。高年级的第1名是，大家要看麦，30号。咱要请陈中航。
名是2号KO幼儿。在地可受国小校长。校长，天校长。来，咱继续公布幼儿园组第2名。来，第2名是3号波士幼儿。对的，第1名。幼儿园第1名是编辑第1号。奖励所有得奖的小朋友甲家长吼。哦，快点，给我请来。来，行嘞，老师行嘞是。过去国小负责处理，来甲咱颁奖。一场啊。幼儿园。哦，啊，这位老师啊，啊你是不是伊的老师吼？对。啊，今仔这打扮是你家打扮的是安那？嘿，对，跟其他老师做伙。哦，跟老师做伙。啊，这位是什么人啊？我是园长。哦，院长哦。啊，你今仔比赛得第几名啊？第1名。啊，欢喜无？欢喜。欢喜来比一个赞。赞。